中山樓市知多啲 ，Hello， 歡迎收睇 Henny 嘅地產頻道啊！我哋呢一期嘅節目咧嚟講一講中山三鄉鎮，點解三鄉可以被評為呢個宜居之地？點解越嚟越多嘅廣州人士以及其他內地城市嘅人會嚟到三鄉嗰度定居、度假同埋退休呢？我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喺三鄉生活嘅一啲資訊，幫助大家了解多一啲三鄉呢一座悠閒宜居嘅小城鎮。提到三鄉咧，大家第一時間肯定會諗到係佢嘅美食，尤其係嗰碗傳承咗200幾年歷史嘅三鄉瀨粉。咁除咗瀨粉之外，三鄉仲有唔少值得你鍾意嘅地方。嗱，首先要講嘅就係呢個三鄉鎮必食嘅美食，第一款三鄉瀨粉。呢個咧係三鄉嘅一個名片級嘅美食。用當地優質嘅黏米同埋冷泉水製造而成，口感爽滑勁道。最關鍵係嗰一碗用豬骨、雜骨煲咗成幾個鐘嘅濃湯，鮮美無比。食法好多樣，可以加豬頭邊肉啦、叉燒啦、小腸等等配料嘅。我個人最中意食咧就係邊肉、燒鵝同埋牛腩。而家諗起都想流口水。一碗落肚咧，暖心又暖胃，而且價格又唔貴啦。一碗10幾蚊、20幾蚊，有肉有粉有湯，食得飽又滿足。第二款三鄉茶果，呢個係中山市非物質嘅文化遺產，種類超多，有鹹有甜，係當地人逢年過節必備嘅點心，充滿咗人情味啊！魚頭糕啦、菜角仔啦、鹹甜茶果啦，呢個都係我自己平時比較中意食嘅。第三款三鄉嘅飯菜咧，亦都係好多朋友話食過翻尋味，比如話燒雞、燒鵝、燒鴿、鹽焗鴿、豬肚雞、臘味飯、煲仔飯，哇！真係諗起都流晒口水。好食嘅嘢實在太多啦。咁我友情提示一下，你哋嚟到三鄉一定要控制一下自己嘅食量，如果唔係，真係好容易變肥啊！好啦，咁食嘅先講到呢一度啦。接落嚟咧，要講講三鄉必打卡嘅一個景點。第一站肯定係中山溫泉度假村啦。呢個係三鄉最出名嘅景點之一，亦都係廣東嘅老牌溫泉。總共有72個泡池啦，從紅酒池到御料池，可以俾你喺呢個森林秘境中放鬆身心。溫泉咧就係羅山妹山嘅山腳下啦，爬完山泡個溫泉，體驗感滿分。第二站雍默村，如果你想感受三鄉古村落嘅風情，一定要去雍默村行一行。嗰度咧係近代維新思想家鄭觀應嘅故居所在地啊！村裏頭嘅建築古色古香，街道好乾淨，非常之適合影相同埋散步。第三站羅山妹山，呢座山唔係好高，但係綠植非常之豐富，環境幽靜。好適合一家人週末去爬下山啦，呼吸下一啲大自然嘅新鮮空氣。1984年鄧小平同志咧，亦都曾經爬過呢一座山，當時咧仲留低咗不走回頭路嘅4幾強音。好啦，食嘅玩嘅都講到呢度先，接落嚟咧要同大家講講喺三鄉住邊個小區係最舒服嘅。咁喺三鄉買樓最關鍵咧就係要睇你嘅一個核心區域係乜嘢啦？你係追求呢個生活便利啦，着重呢個環境舒適啦，仲係預算有限，追求呢個性價比。唔同嘅樓盤各有千秋。咁 Henny 咧就梳理咗幾個熱門嘅板塊同埋樓盤，俾大家做個參考。仲有大家普遍都關心嘅幾個問題啦。話三鄉係阿哥樂嘅天下，真係一啲都唔為過，因為阿哥樂老細就係三鄉人啊嘛。阿哥樂喺三鄉咧做成多年，小區嘅環境啦、綠化啦同埋物業口碑都幾好下，喺三鄉算係最成熟嘅社區之一。生活氛圍好濃厚，適合追求呢個穩定啦，呢個舒適嘅一個居住體驗嘅家庭，比如話阿哥樂御龍山、阿哥樂振華路呢一帶嘅小區，落樓咧就可以坐呢個直通巴去到珠海關口啦，或者可以直達香港，咁大咗方便咗我哋嘅港珠澳業主嘅。而且咧為咗滿足呢個追求品質同埋一個庭院生活嘅買家，阿哥樂仲設計咗而家賣100零萬嘅度假洋洗別墅啦，同埋200幾萬嘅聯排別墅啦，仲有更高價位嘅獨棟別墅，滿足我哋唔同嘅一個居住需求嘅，適合度假退休，亦都適合我哋一家人長期居住。
咁喺我哋三鄉港人居住最多嘅有邊幾個小區咧？咁第一肯定係亞居樂魚龍山啦，因為呢個小區咧佢就背靠羅山妹山，面向五界山，佢旁邊咧就係中山溫泉度假區，同埋中山溫泉高爾夫球場。優質嘅一個空氣同埋環境，超高性價比嘅呢個樓價，真係我哋港人選擇呢個樓盤嘅最重要嘅原因啦。而且咧，佢呢個小區門口嘅登田路咧施工已經進入尾聲，好快就可以通路啦。通路之後揸車去三甲醫院啦，去中山溫泉啦，係真係一腳油門就可以行得到啦。呢個對於我哋長者一個退休生活係真係提供咗一種保障同埋便捷嘅。第二個就係華發觀山水，呢個小區係有山有水，環境空氣非常之唔錯，適合居住，而且咧交通便利。樓價喺三鄉嚟講咧，亦都算得係最平嘅。但係缺點咧就係離我哋三鄉鎮中心比較遠啦，周邊嘅配套相對係比較欠缺嘅，入住率就一般。如果你係睇中呢個自然環境，可以接受比較遠嘅一個通勤時間同埋距離嘅話，係可以考慮嘅。第三個就係亞居樂萬象群綠丁山呢個片區啦。呢個片區咧係三鄉鎮中心，交通便利啦，生活方便啦，配套成熟。樓下咧就有巴士站，有成熟嘅商業街。一出門口咧就可以解決你嘅衣食住行。咁而家嘅樓價雖然係跌咗好多，但係咧喺整個三鄉嚟講咧，都算係賣得比較貴嘅片區。呢幾年嘅地產行情嚟睇，呢個片區嘅二手樓交易咧，亦都係最活躍嘅。咁關於喺三鄉買樓，呢啲槽點你知唔知咧？第一個係關於水浸，呢個係好多購房者最關心嘅問題。確實，三鄉因為地勢比較低啦，雨季尤其係強降雨嘅期間，部分比較低嘅嗰個路段有水浸積水嘅風險。但係咧，Henny 喺三鄉呢邊都生活咗廿幾年，呢種情況咧，唔係每年都有嘅，而且咧，市政係針對呢個排水呢個問題係一直做好努力嘅改善。舊年嘅水浸情況咧就比往年就好咗好多啦。亞居樂車站附近啦、百利新門口啦、華豐街啦呢啲地方，因為佢地勢確實係比較低，影響比較大之外，其實其他嘅小區幾乎係受唔到影響嘅。關於配套呢個問題，因為三鄉嘅成熟度主要係集中亞居樂社區同埋鎮中心嘅區域，好似觀山水呢啲新樓係位於我哋鎮嘅一個邊角嘅位置，周邊嘅配套咧目前係唔完善嘅，需要耐心等待佢嘅發展。咁關於個氣味問題咧，有啲業主反映話觀山水晚黑咧有一股好似豬屎味咁樣。雖然咧距離係比較遠，但係如果你對呢個氣味比較敏感，建議你親自嚟到現場感受一下，尤其係喺晚黑嘅時候。總嘅嚟講咧，三鄉係一個宜居啦、物價低啦、環境好嘅小鎮，非常適合退休同埋度假或者係追求慢生活嘅人群。如果你更睇重呢個生活便利同埋成熟社區，振華路一帶亞居樂嘅小區係優選。但係如果你係追求呢個性價比啦，同呢個自然環境，好似魚龍山或者係觀山水，更值得我哋去考慮。咁今期關於喺三鄉生活嘅內容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中意 Henny 嘅影片內容咧，可以抬手俾個 like，你哋嘅支持咧就係我創作最大嘅動力。咁下期再見啦，拜拜。